熊看新买的吧，直接把这个。往新买的往新不新，改的嘛你关，新往的讲。我现在不是日常就说的说怎么的车又开上熊那个不来，熊嘛的嘛我这不的呢，熊关的没呀？熊嘛一百改的就熊嘛，熊关的没？我是说以前这样的。熊关的嘛，那我啊，熊改的没嘛，我没。哦，对了，熊关的。我其实不样的，我这是。我一百改的话，我的话。我这个改的钱。熊关的嘛，那关的嘛。哦。熊关是为个为个我突然心到，熊关的好像想嘛，干的出去嘛，那么钱，我喜欢呐。熊关的没的。那现在看。中国要不得不喜欢的。我从前是从土灶太阳呀。来给熊关改的都。我很喜欢换，我也喜欢。老给些不乱，乱。老喜欢。我的呀，喜欢哪里个钱的？我的钱有多少？我的钱就百分我，喜欢多少哇？我这不？我现在在吃啊。哎，你说我不喜欢，现在要多少不喜欢的那哇？啊，这个很喜欢的，在这里的是这里的。我就喜欢我多，百分我，喜欢2千啥？我来喜欢，那个给你说话。我见了讲，过路的什么都那么。我有个没说的跟掉。我叫他办卡，想起来不啊？都没呢。我的喜欢了我要喜欢了，你把老多哎，喜欢么呀？我的跟我的不知道啊。我看见在抖音嘛。亲戚们嘛，看嘛，你没讲，我现在我问他，他们喜欢的嘛，喜欢的没？啊，大家来，你想想。就把那个我喜欢的。来，我喜欢。